大家好，我哋嚟自於東華三院新學年進中學嘅 Solarcom 團隊，我今日就會同你介紹 Solarcom。Solarcom 係一個廉價同低成本嘅 WiFi 熱點服務。咁我哋係發現啦，喺而家嘅世代，我哋嘅 WiFi 係非常之重要㗎。喺世界唔同角落都係需要我哋 WiFi。咁喺我哋行山嚟做個例子啦。2024年就有19個人因為行山而遇難，尤其是係60去69歲嘅人群啦。咁失蹤嘅原因最主要就係包括冇一個有 WiFi 服務。咁我哋嘅解決方案就係 Solarcom。Solarcom 旨在利用太陽能提供免費或者低成本嘅 WiFi 接入點，去減少我哋嘅數位鴻溝，促進我哋嘅資訊平等同埋社會包容㗎。喺我哋偏遠地區 ，Solarcom 就可以改善到教育、醫療、通訊等等嘅公共服務。關於我哋嘅 ESG 方面啦 ，Solarcom 喺環境上面使用咗清潔嘅太陽能，去減少對傳統電力嘅依賴，去減少我哋嘅碳排放。喺社會層面度，我哋提供免費嘅 WiFi 服務，促進咗我哋資訊平等，特別係對一啲資訊缺乏嘅地區。喺治理方面，結合我哋嘅綠色能源同埋智慧科技，可以提高對於一啲嘅基建管理效率同埋透明度。Solarcom 嘅優點包括經濟實惠同埋簡單易用㗎。我哋計劃喺第2版增加防水能力，同埋改善電池嘅續航，同埋增加我哋太陽能板嘅發電量。最後，我哋團隊由老師羅志良同學生陳彥彤、趙一凡同埋我哋嘅羅建林組成。我哋相信 Solarcom 不但可以提升我哋嘅安全性，亦都可以為社會帶來正面嘅影響。多謝。